劳动部9月7日早起会召开今年的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来讨论明年的基本工资敢要来调整。有媒体就指出讲，应该会起3%，一个月薪水会调悬到27192块。劳工团体是呼吁讲，应该爱互民众愈有感觉。也毋过，工商协进会是认为讲，应该嘛爱考虑到大环境也毋过因尊重劳工团体的立场。劳工团体代表排规排，伫即礼拜基本工资审议会召开前，先呼吁政府甲资方都爱考虑通货膨胀，也甲国内劳动经济发展。即届基本工资的调整，应该爱互人更较有感觉。我们这种属于中薪阶级的这些劳工们，他都已经很明显感受到物价的一个压力的时候，更何况这些部分工时的劳工。这些靠着基本工时、月薪、时薪跟着调涨的这些劳工们，近几年的这个 CPI 来讲的话，今年到5月份的时候，其实是已经达到2.44% 的这个部分。那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是，其实跟民生这个所需最有相关这个食物类，其实已经超过了4%的这个状况。外界捌有议论提高基本工资，可能致使薪资低的一寡族群面临失业，也是互人失头路、减少工时这情况。不过台湾劳工电线以最近10年，差不多当年调悬基本工资来看，劳动参与率颠倒当年先悬。工商协进会是认为，爱看规个大环境综合考虑，尊重劳团的立场。人家一定要综合考量劳团有劳团的他们的立场，这个我们也了解也理解嘛，那是他们的一贯主张嘛。但是这个要看整个大环境。总统蔡英文任内连续7届调悬基本工资，这届是蔡英文任内最后一届基本工资审议会。对于2017年蔡英文捌话讲，少年人起薪至少3万块，可能无法度达成。劳工团体是讲，应该赶紧定出基本工资法，做未来透明调整最低工资的依据，保障较无固定工作的一寡劳工。记者综合报道。